嗱，大出土出土文物之最啊！快譯通啊！冇諗到啲 stylus 仲用到，因為喺落實得手呢一個快譯通之後買嘅NDS 07年買嘅，都喺23年捐咗出去定 whatever。係啊，我當時 save 咗啲咩神奇嘢？哦 man！睇下佢時光2015，印象中冇咁後期去。而家係2025年10月4號嘅11點21分。時間咁係寫乜日期嘅呢？日期點設定啊？未係 touch one，嗰時係用 stylus 嘅。唔係日期咁樣設定嘅。翻返目錄，牛津當代。速記秘書，哇！哦，原來係 sort of 手寫咁樣嘅。細估唔到話冇要去為佢叉電，都係全個疫情期間冇咁做。最遲2020年已經冇喐過呢嚿嘢，分分鐘10年代後期都冇點喐過，竟然仲叉到電着到返。呢個上古文物果然唔少嘢啊！